是婚龄的轮陪国小积极推动着新住民的文化，特别开课教要安怎来做越南的传统衫。来上课的新住民，就穿家己所做的衫，走入社区来服务，把家乡的文化介绍给在地人，来带动台湾多元文化的发展。 非越南来新住民朋友，有的人伫咧娘衫的寸笑，有的人伫咧车衫，大家拢伫咧制作因故乡的衫。越南那个很特色，那个是去庙拜拜啊，一样要穿那个我们两套的。新住民来到台湾生活，有时会思念故乡，参加这个教育活动，除了会当学技术，嘛会当认识文化。刚好学校跟政府有就是活动这样，我们就来参与这样。轮陪国小推广新住民文化，这摆越南衫制作的课，嘛是一种美感的教育。那希望透过这个服装的制作，能够呈现出我们新住民的文化跟美感。透过这个活动，新住民会当有机会向大家分享展现外国特色，嘛期待这摆交流会当带动台湾多元文化发展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